各位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咱个来到主的生日，伫这个所在，咱甲兄弟姊妹来遮敬拜主，用伊祈祷来学乐赞美伊。感谢主，经过这一礼拜，虽然疫情仍然是真多，每一个死的人。得病的人有差不多2万左右，死的人有100几个。但是今仔早起来看到报纸，伊说死的人是0，我欢喜者啊！哇，这死的人过去哦，逐日都有人死去，但是。今仔日报告昨日的是0啊！原来这个是伊怀机器吼，咧算人口的迄个死亡的人口，迄个有毋对的所在，有错误的所在啊！但是无论怎样，咱仍然伫这个疫情当中，咱还在着去面对这个挑战。无简单，虽然咱看到咱一家朋友得病，现在仍然伫医院当中，也阁有的人就是离开世间咯，有的人生理出问题咯。但是咱仍然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向前行。咱毋是要向着迄个日落的迄个方向行，咱是要向着迄个。东边行，日头升起的迄个方向行，带来了盼望。感谢主，虽然咱仍然伫这款疫情当中，上帝保护甲供应，互咱靠着主继续向前行。咱毋知影什么时阵疫情会过去，但是咱知影，咱行的每一日。的脚步，拢有主牵着咱的手向前行，有主的同在，就是有平安。无论较偌大的风浪，主要甲咱行过去，一日来到见主的面的迄个日子。感谢主，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这个时虽然仍然伫疫情真厉害当中，但是阮的心仍然活靠主，祈祷主甲阮同在。主对阮是不离不弃的，虽然阮的肉体会离开，但是阮的灵魂永远有主的同在。伫将来的一日。阮的肉体要心，要迄个灵魂，要搁再联合起来，伫永远的内面。但是阮了行伫人生的路程当中，拄着这灾难的时阵，恳求你甲阮同在，恳求你甲阮同行，求你的圣灵赐托阮内面的力量，互阮有信心甲勇气，互阮有聪明智慧。通来应付遮困难的代志，靠着主，阮正确的得胜。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这个主日啊，咱要讲的题目是以马忤斯的路顶啊 ，The Emmaus Road。这个伫这个以马忤斯这个路顶呢，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是哪叫咱今仔日会讲到的内容啊，有真大的关系。搁一步，咱就要讲到迄个这个内容，叫大家来分享内面的信息。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是对10岁以前是对农村生活的，所以我对农村的一寡大自然的物件比较较熟悉。比如说，听到什么鸟的声音听到鸟的声就知影迄只鸟是什么款的鸟啊。睇到这个昆虫伫咧吼的时阵，知影迄款是什么昆虫啊。特别伫夏天的时阵，经常听到这个野叉野大声的一声吱，我说呀，吱了，你真大声，一个声音有法人听到半公里左右的所在，会听野大声，特别是你安静的时阵。这款昆虫是什么呢？叫做蝉，有叫做弦，雕弦的弦。弦，一个古早的这个雕弦啊，四大美人之一啊，一个弦，英文名叫做西加达。这西加达对于生卵到出现一个弦的时阵啊，阮土话啊，弦叫做加节可能有的人毋捌听到什么是加节细汉的时阵就听到树顶有声音见甲这个野长的茶枝，这个头前去真侪蜘蛛网甲你引听到蜘蛛网也是用乒乓，是一款种的树顶的架子破了，迄度有一寡较咱牛鳞质的，甲黏黏的迄个是真黏的。才看到倒落一只树顶倒落有迄个家姐伫咧等甲你吐者踮伊的后壁吐者，就是去黏咧在踮遐佚佗，也水伊的色果真透明有种个家姐这个线有的是乌色的，有的是黑种个咖啡色的棕色的，有的是绿色的，安尼伊的咧等也是大水声，即款真奇妙但是伊腹肚下骹有两个圆圆的膜伫遐。伊每一摆咧弹的时阵，1秒钟伊有可能伊的频率伊会咧跳迄个膜咧跳1分钟1秒钟至少有100摆伊频率，所以有发出这个真大声音出来真远的所在有可能听到因为这个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因咧研究讲这个弦对两公母配合了后就会生卵无偌久伊就死去了。但是伊把卵吊伫手咧，然后变做糖伊会落来土骹咧，落来土骹就装落去土堆就伫这个土内面迄只糖甲迄个卵再变糖。伫迄个土骹堆，一直到离开迄个土骹堆种出来，有的是10年，有的是5年，最短久的时间是踮土骹堆生活17年，然后才慢慢出来，才变做一只的也无真正是迄个弦的样，慢慢爬出来。17年后你想卖很长的时间那17年后，咱一个人若生出来已经大唔人咯，会做咧结婚咯。但是这个糖对生卵到爬出来时阵17年后咯。然后伊是一只的较细只的然后咧伊烧出来时阵，伊会就脱壳迄内面的迄只弦就慢慢对迄个壳的内面走出来。
走出来，然后就走去树顶，无偌久伊全白咯，会发出声音。伊的声音呢，就甲人讲吼。是啊，感谢上帝啊，创造我吼！我现在活伫这个样诶，现在夏天到咯啊，有诶人啊，就去努力就去种田咯啊，或者有诶人啊，就摕伊诶迄个当做佚佗物，还是当做食物咯，摕伊诶蛹甲伊诶糖吼，诶做咧炒菜，还是去煎吼，真有营养啊！啊，所以在神吼。也是有伊益处哈，对人类也是有真大的益处。所以呢，而且想到这个真奇妙哦，一项细糖入去土内面，偌侪年的时间，咱人体是死咯，想袂到有一日啊，佮复活咯，啊出来了。当我看到这个真奇妙时阵，就知影咱的上帝啊，想到咱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实在当真奇妙。我一个亲人吼，伊也无信主，但是哦，当伊咧栽花时阵，看到各款的花哦，无各款的颜色哦，这对种子安尼对伊发出来，这开花非常漂亮、非常水的花啊，是那会安尼啊？啊，这个自然干那会自然啊？这个自然上下创的，老要才想啊，一定有。天地当中一定有一位创造主，就是上帝。后来再接受主做伊的救主，真奇妙。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两个人啊，你去对耶路撒冷行到伊这个乡村叫做以马忤斯这个所在啊，半路当中所拄着的代志。关于到主国活的代志，咱的经文吼是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5节啊。我就是一节一节啊，读一节讲一节安尼，请兄弟姊妹甲我三甲来研究这个圣经，来学习圣经当中的道理。圣经路加福音4章13节安尼讲：正当迄一日，门徒当中有两个人要到一个乡村去。这个乡村的名叫做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有25里，等于现在的公里大约是11公里。啊！伊说当迄个日子，就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复活的迄个日子。一家人走去，拜日透早走去看耶稣的墓，坟墓开咯，你去内面看卖，耶稣无倒伫迄石头顶啊！吼，伊的怀包的怀白布吼，就放伫遐。一下跩代志哦，当迄一日耶稣要复活的迄一日的早起啊，因拄着跩代志，因就伫遐商量，伫遐到我伫咧讨论，因就看无着耶稣出现伫因目睭前哦，因就为着这项真担心就。真渺茫真忧愁所以两个人就行伫这个要倒去因的乡村，伫路顶就讨论这项代志即搭讲有两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毋是12个门徒伊要去以马忤斯这个其中的一个人是。圣经当中一个玛利亚的丈夫那么这个以马忤斯呢，就是离耶路撒冷向西行向日头落的迄个方向行，大概11公里，所以因行伫哪行哪讨论这项代志，耶稣复活的迄一项代志因袂明白。
所以第14节讲，因彼此来谈论所拄着的这一切代志。所拄着的这一切代志是什么代志呢？就是即几日当中啊，耶稣被掠，掠去心，掠去刑，掠去钉十字架，掠3日了埋葬了，3日复活，这一切的代志。所以因对主被钉死十字架埋葬的代志因十分相信因本身看到这代志，但是对于主耶稣复活的代志，因无清楚，真渺茫，唔知影敢若耶稣是你复活的时阵，但是无看到人唔知影是什么代志，所以因哪行哪讨论这代志。第15节，伫咧讨论的时阵，正伫咧讨论的时阵，耶稣亲自就近因，甲因同行。奇怪咯，当伊咧讨论真剧烈的时阵心中忧愁的时阵耶稣忽然间出现伫伊的边头行近因甲因同行。这个突然一个属灵真好的假使，就是当咱疗愈咱的生命拄着问题的时阵，咱的灵内面拄着疑问的时阵，咱有苦难的时阵，咱认为主离开咱无甲咱同在咯。当咱咧心中苦闷的时阵、惊吓的时阵、失去信心的时阵，这个时阵耶稣出现伫咱的身边。圣经讲耶稣亲自就近你，无一定咱着祈祷上帝我即阵拄着艰苦咯，你来亲近我。耶稣亲自来近因，甲因同行。咱伫苦难的当中，需要咱的主甲咱同行，有一个人甲咱做伴，这就是主耶稣当咱伫这个人生的路程的时阵，拄着各款的问题、灾难的时阵咱真苦闷，咱真大的重担。耶稣这个是亲自就近咱，甲咱同在，这是主耶稣真愿意甲人同在，来帮助咱。第16节讲，只是因的目睭真模糊迷糊啦，目睭看袂清楚咯，唔认不义。因为目睭去物件动咧，或者是面对西风行的时阵，迄个日头照来伊，还是到黄昏的时阵，看袂清楚。但是最最重要就是因心中的苦闷因心中的渺茫会重担，互因看袂清。就是伫因边头的物件伊也看袂清楚，边头的人伊也是看袂清楚。有时咱心中有问题的时阵，当咱咧看这项代志，目睭直直看，其实咱的心无伫遐，咱的心走去真远有时别人说，干那你直直看我，你目睭对其实你毋是对伊干那子，是你目睭伫迄搭，但是你的心伫别个所在咯。所以咱当大问题来的时阵咱有心中有苦难的时阵，咱真侪时阵视而不见看你看袂着看袂清所以当问题来的时阵，将咱属灵的目睭甲伊砍咧，咱看袂清楚真相是啥物。耶稣明明出现伫因的头前，复活的主明明出现伫因的边头，因却是未认出伊是耶稣，是复活的救主第17节讲，耶稣对因讲：恁行路的时阵彼此咧讨论什么代志耶稣就问因听到耶稣咧问当然伊毋知影是耶稣，因就徛条咧，
面顶带着愁容，愁容就是真艰苦心、真忧愁的面容啊。当咱有人要问咱问题要解答的时阵，咱无法度，咱心中伫咧讨论迄项代志，别人搁咧问咱的时阵，咱袂晓回答咱因为心中带着愁容真侪时阵啊，真侪信徒咱真侪时阵，咱去聚会，咱也听着讲道，咱也是查经，咱也讨论耶稣的代志的时阵啊，但是有的人面顶也搁带着愁容，为什么呢？福我的主无伫因的内面啊，因将这问题当作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等于是因生命当中的绝路咯。所以因面顶带着愁容啊。咱信主的人真侪时阵也是安尼啊。咱上带着愁容，无一个喜乐的心因为咱无明白唔明白这位福我的主的带领啊。当咱也知影这位福我的主带领伫咱的生命当中，愿意帮助咱伫咱的身边的时阵啊，佫较大的慌乱也要过去。求主帮助咱，互咱有信心。18再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结流巴，伊回答讲：伊说你对耶路撒冷来啊，做人客来你还佫毋知影即几日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代志吗？耶稣就挑工问伊，伊讲什么代志啊？耶稣说什么代志啊？迄个人讲：你敢毋知影耶路撒冷即几日发生这代志吗？耶稣问：什么代志啊？因讲就是迄个拿撒勒耶稣的代志啊。这个拿撒勒耶稣，因讲是一个先知，伫神甲伫众人的面头前百姓的面头前无论是讲话做代志都大有能力啊。因明白这位耶稣是先知，佮伫人知影耶稣是对拿撒勒来的，伊知影耶稣有能力做代志，甲有讲话，拢真有能力。但都耶稣毋知影，要问说什么代志啊？耶稣是主角啊，伊当然知影。耶稣故意挑工问因，是为着耶稣逐摆咧教导在门徒逐摆用一寡语言来叫醒因，互因搁再想一摆，为着是要帮助因搁较明白真理，来启发因对真理的追求啊。所以这两个耶稣对耶稣的明白真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因讲你敢毋知影这个耶稣就是拿撒勒人吗？耶稣的代志吗？伊是先知，还是讲话甲做代志真有能力啊？伊对耶稣的明白只限伫这个所在吗？而且这几项的吗？难道伊毋知影耶稣是复活的？因只明白耶稣伫肉身顶面所做一个大有能力的代志，但是因却毋明白这位复活的耶稣的能力。难怪因的心内忧愁渺茫，毋知影要怎样。伊佫讲说咧，迄个人佫再讲说咧，伊讲这市长甲要去做官的将因掠去甲伊定罪将伊定12架。这人就讲说，因托官府掠去，甲伊掠去，伊无讲到伊无讲到说，伊无讲到说，这是伊讲这是甲怀官府伊无讲到这是罗马人将伊掠去定12架，伊也无讲到耶稣是带罪的羔羊，伊也无讲到说耶稣活的时阵曾经讲到伊3日要搁活。要复活的代志，21节讲，但是伊讲，阮所来是盼望这位耶稣，伊就是要属以色列人这个百姓，
就是伊啊，要来复国的也是伊啊。毋但安尼，说这项代志过去3日咯，耶稣还阁无出现呢。因的盼望，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盼望这位以色列这位耶稣，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伊是旧约所讲的这个弥赛亚啊，因也是知影。所以因盼望所盼望的，讲现在的这个王哦，就是要来做王咯啊！耶稣现在就是要来投放阮来做王咯啊！但是阮等了3日，耶稣无出现啊。那么说落去，佮讲，其实吼，因做犹太人啊，做以色列人啊。一直将耶稣当作要来建立这个新的国度就是要来拯救因脱离罗马的统治。这项代志是以后要发生伫1000年所要发生的代志。但是耶稣要升天的时，做学生做门徒，也搁咧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伊讲这个国伊。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阵了吧？你要叫圣灵来，要有一个新的情形、新的权势、新的这个国度要出现嘛？所以因心内也阁是安尼讲，但是伊无将耶稣这个无治疗是无将当作是耶稣的复活啊。所以也阁是咧盼望要来建立这个新的国度。第22到24节迄个人阁再讲说咧，伊说再者，阮中间有几个妇女互阮真惊吓，因为因早起来去坟墓遐，无看到伊的身躯就我倒来讲在阮讲啊，伊讲说因看见了天使会显现，讲只是无有看到耶稣，因看到天使，但是无看到耶稣伫遐，所以因无看到伊，就是说因忧愁的原因啊。因为耶稣来要出现，无看到伊，以为说耶稣无复活咯因为因认为耶稣的出现是因所盼望的，要来拯救，但是即阵耶稣无出现，所以因的愿望咱就破灭咯，所以因心中才有忧愁啊。25节讲，耶稣对因讲：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讲的一切话恁的信心实在太过信得太过迟钝了。太过钝了，你也阁无唔相信先知的话，对我所讲的话，也阁唔相信所以对这项代志，耶稣阁话的代志因唔是缺乏知识，因是缺乏什么呢？缺欠先知所讲的主复活的代志的什么呢？的信心，因所缺乏的是缺乏这个信心。26节，伊讲基督怎样受害，伊个进入伊的荣耀，减是应当的嘛？这是主耶稣讲的因为耶稣国外的时阵头一个看到伊的是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耶稣头跟伊显现的时阵，迄个人要望抹大拉要望耶稣。耶稣讲伊说毋通无我，因为我也无升天到我天父遐去你就去耶路撒冷去关怀我的兄弟讲甲伊讲啥物呢？伊说我升去顶下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我见我的神也是恁的神。伊说我减是应当的，进入神的荣耀，减是应当的嘛。
伊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按照圣经受鞭拍、受顶、受刑罚顶十字架，我是按照照圣经要得荣耀，所以我是复活了后，我就去见我的爸所以因记着其他的人以前伊就先去天顶见伊的爸，也是恁的爸，也是恁的神，所以你去甲因讲，你搁再来27节伊耶稣就对摩西开始讲到伊先知在圣经内面关于讲到伊家己，讲到耶稣的代志的在话去讲解互因明白。所以耶稣真有耐心，对摩西五经开始到先知所讲的预言耶稣受死要讲复活的代志讲明白互因听。28节，因要到将军要去到迄个以马忤斯的迄个村的时阵，迄个乡村的时阵，耶稣亲像也搁要向头前行29节讲，因两个人就勉强耶稣讲，伊说这个时阵已经暗了，日头已经平西了，已经要落山了。说，请你甲阮三甲徛伫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乡村内面，耶稣就入去内面愿意甲伊徛做这个，因为这人勉强耶稣勉强这个身份人甲因做这个，因为路顶耶稣甲因讲真侪道理因也真爱听，爱搁较追求所以因有热心就勉强伊去。耶稣也是愿意甲因做一个去遐的时阵你听这个身份人讲关于神的话语的时阵30节讲是到了伫桌顶咧坐要食的时阵耶稣摕起饼来，就祝谢，祈祷祝谢，就擘开就分托因耶稣伫迄个桌顶咧摕饼擘开祝福，伊即款的双手的举动的行动虽然因两个无甲这个最后的晚餐伊无参加，只有12门徒，因两个无伫这个晚餐的时阵最后晚餐的时阵耶稣也是摕饼咧收主餐圣餐的时阵耶稣安尼做。虽然因无参加，但是当因看去，甲过去耶稣去倒落因遮个门徒也是缀伊去去传福音，无论去行神力技术医治病人，也是真侪人咧5000个人伫遐无通食的时阵，耶稣就摕买去5块饼伫遐咧祝福，将饼擘开分托5000个几个人来食的时阵，即款的举动互因做想着这个就是耶稣所以圣经讲伊说，因目睭就明亮了，才认出耶稣来。当耶稣安尼伫咧祈祷祝福的时阵，才认出耶稣了。伊目睭开了，伊的心灵开了，目睭也是开了，才看出伊就是复活的耶稣。当因目睭开，认捌耶稣是复活的耶稣的时阵，圣经最后一句讲说什么说忽然耶稣不见了，拍无去了，无搁看到了，是无搁再出现了，无再显现了。对于这个互人看出什么呢？因这个是看起了复活的资料亲信甲因讲话，甲因同行的收主餐的这个时阵就是耶稣的时阵。耶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已经认捌了，伊就是复活的主了。所以耶稣伊就辛苦，就忽然间变无去。伫这项代志顶面咱看开始的时阵因两个伫路顶咧行，耶稣亲自甲因同行，甲因同在，甲因讨论。
等因啉捌了主耶稣的时阵，耶稣就暂时离开因，因为因了解伊耶稣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了。所以对遮可能有一个真大的咱基督教重要啊，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着咱的罪死，为着咱的罪来埋葬然后第三日复活起来。这就是咱福音的全部的信息。你若知影耶稣是为着咱的罪死，但是无相信耶稣是对死来个话，咱会相信福音是无完全的。这项是真可怕的，这项是真危险的，是无够硬的。因为圣经讲，信敬的人有永生，有了耶稣伫咱的心内，这个人得救有永生了。但是这个人，伊若是说，伊信主了，却唔相信耶稣的国话，这个人一得救就无完全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伫哥林多14章伊讲兄弟我如今将以前传托恁的福音甲恁讲这个福音恁领受了，又搁靠着这个福音徛咧条，并且恁若毋是当然相信有法人持久我所传托恁的就的确要因着这个福音会得救你着持守这个福音你着因着这个福音complete 的福音，完全福音会得救。伊说我当日传托恁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讲的，为着咱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如果照着圣经所讲的，如果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显托真侪人来看，有500个人，显托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后来个显这个时节个显托500几个人来看其中一半也个活咧伊说也有困的人咯，伊是有死去的人咯。以后显托雅各看，最后显托我来看所以第17节讲，伊说基督若无有复活恁的信心，恁的相信就是徒然的、空的、无路用的，恁仍然伫罪内面。恁若无相信耶稣国话恁的相信是 in vain 无当用。恁还在伫罪内面18节就是怀伫基督内面困了的人，就是怀做基督徒死了的人也是会灭亡因为因死了，耶稣若无国话赢过了迄个死亡战胜死亡咱就无盼望因若毋相信耶稣国话内面就是因怀过去的基督徒死了，也是灭亡咱若靠着耶稣基督只伫今生有盼望，就算比正人更较可怜因为干咱若死，因也是死咱无相信主的国话，意思就是说耶稣无赢过这个死亡。但是咱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伊的复活就是赢过了死亡，就是因着罪甲死亡将咱人生咱的生命捆绑呢，无法能得到逃放。耶稣来就是要叫咱代替咱来受咱的罪来受刑罚，伊的复活就是战胜了这个死亡的捆绑。所以咱相信主是相信耶稣会替咱死伫十字架顶，就为着咱过来复活，给咱新的生命。有迄个新的生命，耶稣有复活的生命，咱相信咱才有迄个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有法能永生活的生命，是这个
耶稣国活的能力伫咱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啊，这个真重要啊！所以盼望咱呢，就学习这两个门徒，当因看到明白了耶稣是一位国活的主的了后啊，因就赶紧来要滑倒去耶路撒冷。伊行了11公里的路，这个时明白了，伊无惊身体的劳苦啊，伊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看到复活的主了，就带到因盼望这个新的福，伊的忧愁无了啊，伊的艰苦心无了，伊的对生命的渺茫失去了，伊内面充满着盼望、喜乐甲平安，所以伊愿意啊，倒去耶路撒冷，行暗暝，行暗路啊，无惊身体的劳苦，甲到耶路撒冷来传播、来报告。这个福音是耶稣国活的信息。咱今仔日信徒，咱信主，咱得救了，咱有将来的盼望，咱也是将这个好的消息传给世间人，就是耶稣为着咱的罪，为着上帝会疼咱世间人，为着咱的罪，代替咱的罪受刑罚死，原来是相信的人。有得到永生，因为耶稣佫活了，咱才有盼望，咱的生命才有价值啊！咱们所唱的迄啲歌真有意思。伊说神差遣伊的听见耶稣啊，被称为耶稣啊，降世真做人是赦免咱的罪，医治人的病，甚至牺牲了伊的生命来做赎价，来赎咱的罪价。哈，迄个空的坟墓啊，是证明耶稣基督佫活了。空的墓，耶稣无伫内面，为什么呢？佫活了。现在世界有真侪宗教的教主因讲说啊，我看到伊的这个枕头咯，啊，我看到发现到什么舍利子咯，啊，因在死了无佫活。人也佫摕伊的迄个身尸摕去石过云啊，意思是啥物啊？因无佫活，仍然互这个死亡控制捆绑咧。独独耶稣对死来佫活带来新的盼望，所以说，因为伊活着，咱有法通面对明仔日；因为伊活着，无佫再有惊吓。我深知影，伊掌管明仔日。生命，咱就充满着有价值，因为伊也佫活咧。咱若无迄个佫活的主伫咱内面啊，咱死咯，仍然是灭亡。但是有了佫活的主啊，伫咱的内面啊，咱才有价值，咱才有盼望，有明仔日啊。第三节伊说，当我行了人生的路程的时阵，面对着死亡，战争的痛苦。救主为我战胜了死亡了，这个是真宝贝。耶稣基督为着我来战胜赢了这个死亡，在荣耀当中，我看见救主伊是活着因为伊活着，我才有可能面对明仔日因为耶稣活着咱才唔能惊，因为咱深深的知影，伊掌握着明仔日，生命就充满有价值。因为耶稣活咧，感谢主，今仔日有耶稣伫你的内面啊无？你若无信主耶稣伫你内面，咱的生命是真危险的，死后要有这个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是永远的灭亡受苦的。耶稣无爱咱去忍受在永远的痛苦，耶稣愿意救人，只要咱心内相信接受伊，因为耶稣战胜了罪恶，叫这个死亡。咱相信你，咱的生命是这个有盼望的生命，是这个复活耶稣的迄个能力，伫咱的内面有将来永永远远的迄个荣耀甲主的同在。所以今仔日咱抑搁伫疫情当中，
你毋免惊会拄着跩，毋是说咱无去小心去预防其实无论怎样，生是生还是死，这位耶稣国我的主伫咱的心中，咱就毋免惊。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这叫以马我是路顶所发生的代志。以前的门徒也是有犹豫，现在搁再一摆将耶稣国我的带领，耶稣的这个国我带来阮得胜的生命，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阮相信你，阮也是有迄个永生，战胜了死亡。阮感谢你，阮的罪伫十字架顶为阮担当了。耶稣已经赦免了阮的罪，阮就有平安。感谢主，互阮引带阮行这人生的道路，有主常常甲阮同在，阮就毋免惊，阮心中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因为阮知影将来的盼望是光明的，是荣耀的。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